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家樂叔叔。你哋中意行山嘛？我識一位聖人，佢生前超級中意行山噶。佢就係聖傅喬治。傅喬治係1920年代喺意大利都靈出世嘅一位熱血青年，成日背住個背囊，着住登山鞋，塊面成日都笑容滿面，好陽光咁。佢屋企好有錢，爸爸係報紙老闆，媽媽係畫家。佢本來可以過好舒服嘅生活，但佢揀咗另一條路，幫窮人，堅持信仰，為公義出力。傅喬治好中意行山，成日約埋班朋友一齊爬阿爾卑斯山，一路行一路講笑，唱歌，分三文治食。佢哋叫佢做械具者，因為佢成日搞啲搞笑惡作劇。但係每次去到山頂，佢都會靜靜地祈禱。佢話：山越高，我就越接近天主。有一次，佢同朋友行山，途中遇到一位迷路嘅老人，其他人都想繼續行，但傅喬治堅持要幫個老人揾翻路翻屋企。佢話：我哋對腳可以爬山，但我哋個心都要識得彎低去幫人。雖然佢屋企唔係好熱衷信仰，但傅喬治細個開始就好熱愛天主。佢每日都去望彌撒祈禱，仲參加咗好多天主教團體，好似聖民生會、道明會、第三會。佢將自己啲零用錢攞去買食物同藥，偷偷送俾啲住喺貧民窟嘅人。佢講過一句好感動嘅說話：當耶穌嚟到我身邊，我點可以唔理佢喺窮人身上嘅模樣。1925年，傅喬治患咗小兒麻痹症，佢喺病床上默默忍住痛，唔想家人擔心。臨終前，佢仲記得叫朋友去探一位病人。嗰年佢只係24歲。佢出殯嗰日，成千上萬窮人自動嚟送佢最後一程。佢屋企人先發現，原來佢一直默默咁幫咗咁多人。去到2025年9月7號，教宗良14世正式封佢同卡洛阿富蒂斯做聖人。聖傅喬治教曉我哋，做聖人唔一定要做啲好偉大嘅事，就算係一啲好細微嘅事，只要係用愛心去做，喺天主眼中都係好偉大。我哋一齊向聖母媽媽祈禱，求佢幫我哋學聖人，咁用愛去對待身邊每一個人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